天马新竹市长高虹安昨昏是专工来台北，伊是到台北地方法院开庭。早起是先出庭诬告案，下晡伊是出庭涉嫌诈领助理费的假钱案。 新竹市长高虹安官司纏身，当时有诬告案甲涉贪立委助理费46万，两案拢第二次开庭。高虹安早起出庭诬告案，对女被告受陈时芬指控论文抄袭。经过2点钟法庭审问，双方对法庭上来交手，到讯后继续来批评。陈时芬批评高虹安唔知影家己抄袭，高虹安是反击陈时芬是做工者，把内容搬到另外一份文稿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 北一女、台大、北桃北这么优秀的台湾人才，竟然不知道这个叫抄袭，好，这是今天攻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。我们不知道该叫他是侧翼，还是真的是所谓的这个媒体就所谓的这个教授好了。其实说真的，他的公信度已经非常的低。 另外，伫下晡，法院搁再对高虹安涉贪助理费调开，准备停诉庭。团员已经认罪前办公室行政主任黄慧文、前办公室主任陈焕武，也搁前法务助理，但叶凯这3人出庭，要讨论高虹安申请调查证据的必要性，并且排定审理的计划。另外，为拒绝认罪前助理王一文坚持不认罪，是安排明年1月出庭。这个案件一审判决结果会有关高虹安市长的职务，伊之前拢主张无罪答辩。因来法庭高雄中团自新竹市工职会用考绩为理由，爱员工集体请假去旁听，引发争议。常常也会有很多人都很关心我，那甚至在地方上也都有很多人在声援，所以我想，也许他们自发性的去想要说，是不是报名看看旁听，能够来了解一下、关心一下现场，做一个声援的动作。 高虹安后任党员工职会员工来法庭旁听，强调是员工自发性报名来，表达关心，无下达任何指示甲动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